大家好，我係陽光仔，今集嚟到卓越庭為業主更換玻璃，亦為大家分享點樣預防爆玻璃。現時屋苑廣泛都會採用強化玻璃，除咗硬度比一般玻璃強幾倍，即使爆裂嘅時候佢都會形成粒狀，冇咁容易被割傷。但係強化玻璃有機會喺生產過程當中產生雜質，影響內部結構，而當時間長咗，又或者受到溫差影響，呢啲雜質就會膨脹，最後好似自爆一樣突然爆裂。而第二個主要原因係鋁窗框架預留空間不足。玻璃同窗框之間需要預留足夠嘅空間去應對玻璃嘅熱脹冷縮同埋打風時候嘅變形。如果空間不足，玻璃碰撞到窗框就有機會增加爆玻璃嘅風險啦。第三，窗框架嘅縫罅位都設有玻璃墊片，但係當墊片嘅位置錯誤又或者太硬，玻璃嘅受力點就會改變，變相容易爆裂㗎啦。如果想預防爆玻璃，可以先自行細心觀察玻璃有冇花痕、黑點或者氣泡。亦可以請合資格嘅驗窗人員檢查窗框有冇變形。而如果需要更換玻璃嘅話，記得揾返屋宇署認可嘅鋁窗維修承建商，確保玻璃安裝嘅時候有預留足夠嘅膨脹空間。下集再見。